用咗幾萬蚊買嘅鑽石，到底點解一啲都唔閃？今日就等我哋同大家一齊探究下原因啦。第一個可能性係切工嘅影響。如果鑽石嘅切割做得唔好，光線入唔到去，出唔到嚟，自然咧就唔會做到閃爍嘅效果。透過鑽石嘅切工鏡，從頂部望落去咧，見到鑽石上面咧有8支箭嘅形狀，而喺底部睇咧就見到8粒心嘅8心8箭對稱飽滿，就表示自然光線進入鑽石空間之後咧，可以折射出最靚嘅閃耀效果啦。第二個原因，戒指缺乏清潔。我哋成日戴住隻戒指，難免咧就會堆積到油脂或者灰塵啦，久而久之咧就會阻擋咗光線，令佢睇落好似暗淡咗咁。我哋可以準備清潔工具進行簡單嘅保養，亦都可以定期拎去珠寶店做專業嘅清潔。同一隻戒指，清潔前同清潔後嘅效果真係可以差好遠㗎。第三個原因，燈光環境。同一粒鑽石，黃光下當然冇咁閃啦，但係白光之下就即刻閃好多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鑽石清潔貼士，就 click 入以下呢條 link 啦。